湾无伫吹筒皮顶，伫耳康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又搁到了咱千金铺的单元。咱顶一遍呢有讲到呢乌石溪呢，我跋筊人看伊回乡呢，讲笑上伊，要叫伊跋筊啦。有啥物卡笑呢？跋筊卡笑啦，有人叫伊地莲宝啥物叫地莲宝这就是一种跋筊的一个方式啦就讲有人叫伊跋地莲宝，就是安那呢？镰刀啦，这镰刀一粒呢有6面的数字。放伫当公仔内，放伫当鸭仔内底，互伊安尼练转，摇了停落来时呢，跋筊人对赌，号面摇着就是赢啦。这款的语法呢，就叫做地莲宝应该讲地莲宝啦话呢，叫伊安那钓白鱼什么钓白鱼？数失败啦，数失败的一种啦。总共呢讲有112张啦，下当呢几哪个人呢做伙算。钓白鱼数失败以前呢，庄开一寡这个阿婶用呢拢听讲拢咧跋数失败数失败有人呢叫伊呢斗狗叫，斗狗叫是啥物呢？就讲有人叫伊呢跋叫斗狗啦，斗狗叫这是为着要押韵所以甲倒边讲叫斗狗豆啦，咱讲摇豆有无豆叫斗狗是啥物话？就是讲用2粒豆等入去碗公。总数呢爱超过9点才有算效，隔壁呢向上的点数呢最少来定输赢啦。所以一般若是在半蛋半化声啦，做声势真闹热，因为呢大声喊叫，所以有人呢讲叫做斗狗叫这等于讲用2粒豆2个比什么人较大啦比大比小安尼总是呢这个听无我安那伊袂要紧总是这个跋筊我是简单讲一下有人叫伊地壳笑有人叫伊安那呢跋地壳笑，嘛叫做啥物呢链壳笑啦，链壳笑，就讲用镜头夹这个银角夹这个铜仔钱铜仔钱呢伫倒顶一直洗一直洗甲手甲合落来有的是等铜钱呢家己停落来看伊呢正面是人上，顶面是笑，还是人上安尼下面呢向下就是壳，安尼来拼输赢啦拼输赢。我想就是讲。用迄铜钱啦，银角安尼好转看是人头上，还是安尼，还是迄个倒饼安尼，总是呢，要发啥物拢会当得了这就是呢，你算都紧呢，迄算都紧呢，因来讲，迄都几秒钟就咧拼输赢你。咱讲像爸爸像安尼爱发几波伊就是安尼，就安尼显摆一个显，一个腰无钓到钱就加去为人读书心光火热啦这款的啦结果时阵呢好佳哉。这个乌石溪呢，唔定听，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乌石溪呢无介意听，无想要甲因做伙跋筊鱼排就讲这袂通，这嘛算内行的啦知影讲这唔是头路啦讲乌石溪唔定听，就讲乌石溪无介意听，无想要甲因做伙跋筊鱼排雨伞举起做伊行，这雨伞举咧呢就做伊走。做伊走，就讲无免呢，甲因离来生气啦一直到倒遐呢，一路无休困，行到厦门甲泉州，准备开始要点火做生理。我就甲今仔日呢，这甲念一下咱顶一遍呢，做伙念上行点火味，花样13只，马甲满满是海面生理，望天保庇，顺风烧送紧富过年。满家做戏，也有贺寿，也有团圆。乌石溪大本钱，跋筊人看见笑上伊。有人叫伊地莲宝，有人叫伊钓白鱼，有人叫伊斗狗叫，有人叫伊地壳笑。乌石溪唔定听，雨伞举起做伊行，直到厦门泉州城。多谢大家。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正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